来继续来到台南，一间这个5层楼的透天厝有来设电梯，结果厝主翁仔某讲调离的电梯内底已经调2天啊。是好你加在这个女厝主的妈妈警觉性真悬，因为一直联络袂到查囝，感觉怪怪，昨仔昨暝冲去厝内底找人，结果听到有人咧喊救人，赶紧来报警，甲因救出来。 两翁仔某小可有脱水的现象，也毋过意识清醒，实在真加载。救援人员爬起咧人家厝2、3楼悬的所在，弄破窗门，准备要入去，因为听讲有人掉伫电梯内。人员顺利入去了后，开始抢救，电梯的门总算拍开啊，内底人因为等伤久，拢无力啊。没关系吗？好，昨暝台南北区这栋透天白庄发生阿某掉伫因家的电梯内，会被发现是女厝主的老母，联络袂到倒位澳洲游览转来的查某囝，去厝内看无人开门，想袂到有听到喊救人的声，就赶紧报警。听到迄查甫咧喊，毋过你拢无法度，我便伊内底听到，我就走出来，走出来就无声诶，就无声啊。伊咧查某老母敲电话找查囝找2天啊，找无，拢找无，较足啦。 经过了解，这间透天别庄是10多年的厝，10时暗时，阿某可能是去楼顶洗衫，想要到电梯线故障，两人掉伫内底吊2天。他在礼拜天晚上就被困在电梯里到现在。我们的一个开锁的器具，然后将电梯门打开，他们就卡在3楼跟4楼中间，水啊、手机都没有带。2016就不是我们保养，夫妻2个刚好都同时都关在电梯里面，所以可能就是对外按，可能也没有人听得到。 加在被救出来时，两人虽然有脱水的情形，不过要在人掉伫电梯以外平安化解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